后来乡亲也莫想讲，敢若老岁仔人才会治着腰子病。台中大家一个遮做伴的小男童，就来得到腰子病症候群。医生讲，这是一种儿童真会去带着的慢性的腰子病。2岁到6岁囡仔上会得着，症头是目睭皮肿肿、骹肚汗水，囡仔会肾搞搞，食袂落饭。若是症头恶化，佫会引发着败血症，严重者有性命危险，或者是一世人拢爱洗腰子。囡仔目睭若咸咸，看起来真古水，要不过若一直整拢袂消，家长都要注意啊。台中大家一个1岁半的查甫囡仔，皮肤起疹，互阿嬷带去找医生。医生一个检查后，皮肤疹只是一般的皮肤炎。另外发现讲，这个囡仔目睭咸咸，骹肚呢汗水，提高警觉，详细检查，进一步诊断出伊的腰子嘛有问题。他的眼皮可能会浮肿，小腿的前方会有水肿的情况。在严重的小朋友呢，你甚至会在男孩子身上的阴囊发现它水肿，就像一个水球一样泡泡的。另外，在小女婴也可能会出现肺部肿大的情况。医生讲，这是儿童真平常的慢性腰子病，前后发生伫2岁到6岁之间，症头是目睭咸咸、骹汗水、腹肚大黏，要咸咸，无啥胃口。造成原因有先天性疾病影响，嘛有后天因为食药也是细菌病毒感染。若是家长无去注意，有可能危害性命。因为体液流失太多，这很休克。另外的话，就是会造成败血症，严重感染。那这是有生命危险，有些小朋友甚至会演变到终身需要洗肾的情况。医生讲，提早发现腰子病症候群，用药甲食食的控制就会好。所以讲，家长都要注意出来囡仔身体变化甲状况，千万唔通大意。